聖道家人堂弟兄姊妹，大家好。今日係1月嘅22號，我係聽到咧出埃及記嘅12章。12章咧，我哋會剪得碎啲吓，分成4、5次嘅。今日1、2、3、4，今日講到第二次，係啦，14至28節。咁咧就係講到呢個逾越節啊，每一家每戶劏羊啊，然後搽咗啲血。咁咧神嘅使者咧就唔會進入嗰家人度啊，咁咧就唔會施行咧懲罰啊，反而咧。即係其他嗰啲埃及人嗰啲咧，明知有呢個方法都唔跟嘅咧，佢哋就要付上即係死咗長子嘅代價啦。咁樣咁今日咧就講埋，原來呢個逾越節咧係同埋另外一個叫除酵節嘅習俗係一齊嘅。咁我陣間先解釋下，咁啊聽下除酵嘅，即係屋企如果有嗰啲發酵咩，即係麵酵啊，即係如果你做麵包啊。嗰啲咧要發起嘅咧就要麵酵，如果你做餅啊餅乾就唔落麵酵嘅，咁所以呢個咧都係一個好普及、好普遍嘅食材嚟嘅。咁佢哋咧配合呢一個新年咧就有一個咁樣嘅習俗啊，咁我聽一聽經文先。你們要紀念這日，世世代代守這日為耶和華的節日，作為你們永遠的定例。你們要吃無酵餅7日。第一日要把酵從你們各家中除去，因為從第一日到第7日，任何吃有酵之物的，必從以色列中剪除。第一日當有盛會，第7日也當有盛會。在這2日，任何工作都不可做，只能預備各人的食物，這是唯一可做的工作。你們要守除酵節，因為我在這一日把你們的軍隊從埃及地領出來，所以你們要世世代代守這日，立為永遠的定例。從正月14日晚上直到21日晚上，你們要吃無酵餅。在你們各家中7日之內不可有酵，因為凡吃有酵之物的，無論是寄居的，是本地的，必從以色列的會中剪除。任何有酵的物，你們都不可吃。在你們一切的住處要吃無酵餅。無酵餅咧，即係似我哋依家聖餐嗰啲啦，因為耶穌基督咧都係守呢個無酵節啊，即係逾越節啊，然之後先上十字架嘅啊。咁所以我哋即係25號啊、25號嗰日嘅聖餐嗰個餅，即係唔會發起嘅，唔係好似麵包咁發起嘅。但係佢都話咧，淨係呢7日啫嘛，即係佢日常生活係會食呢個嘅即係發酵嘅餅嘅，即係麵包啊咁樣嘅，有酵嘅啊咁樣。所以呢個酵咧就唔好覺得佢邪惡到不得了，佢只不過特登喺呢個過節嘅期間咧，就加添咗你可以叫麻煩。將佢哋日常生活要用嘅麵酵咧，就要搬嚟間屋。咁然後咧，佢哋喺個習俗入邊咧，就加入咗一啲歡樂嘅氣氛啦，就叫啲小朋友揾下揾下喺間屋度揾下揾晒出嚟，順便就做大掃除咁樣啦，係嘛？啊，咁啊都似我哋中國人新年啦。咁佢哋拎晒啲麵酵出嚟咧，特別古時喎。咁拎去邊咧？唔可以留喺屋企嘛。咁拎去隔離屋啊？定點啊？開個迷你倉咁擺啊？咁啊以前。定擺喺露天啊，咁樣又唔得㗎喎，潮濕啊嗰啲又唔得㗎喎呢啲。咁咧我就睇過啲書啦，佢就話佢咧就會暫時咧賣俾一啲外邦人嘅，係啦。咁當然係傾好咗嘅，佢賣俾啲外邦人，然後就話7日之後咧我就買翻佢，咁啊傾好咗價錢嘅嚇。咁你話啊咁樣佢哋好有智慧啊。不過呢個除咗有智慧之外咧，亦都反映出其實你要同身邊一啲外邦人，即係佢，因為如果都係猶太人，人人都要過逾越節，人人都要無酵節，咁你點可以賣俾自己人啫？個個都唔要噶嘛，唔可以短暫寄存啊嘛。佢就俾啲鄰舍鄰居，而嗰啲非猶太人唔係敬拜耶和華嘅呢，就可以幫佢哋暫存。咁你諗下，如果要有咁嘅關係，佢哋係咪同鄰舍都要幾好啊？係咪幾善待啊？我當然唔係講緊摩西呢個年代啦。係嘛？我係講緊佢跟住嗰幾千年都有守呢個無酵節噶嘛嚇。喺即係佢哋真係真實嘅點樣處理嘅時候咧，都有佢哋嘅辦法啊。
就係咁樣咧，增添咗咧呢個節日嘅，好似增添咗啲麻煩，但係亦都增添咗咧一啲嘅獨特嘅氣息，一種儀式感啦，好嘛？好，咁就繼續聽落去，我哋聽到28節嘅今日。於是摩西召了以色列的眾長老來，對他們說：你們要為家人取羔羊，把逾越的羔羊宰了，要拿一把牛膝草蘸盤裏的血，把盤裏的血塗在門楣上和兩邊的門框上，直到早晨，你們誰也不可出自己家裏的門，因為耶和華要走遍埃及，施行擊殺。他看見血在門楣上和兩邊的門框上，耶和華就必逾越那門，不讓滅命者進你們的家施行擊殺。你們要守這命令，作為你們和你們子孫永遠的定例。日後你們到了耶和華所應許賜給你們的那地，就要守這禮儀。你們的兒女對你們說：這禮儀是什麼意思呢？你們就說：這是獻給耶和華逾越節的祭物。當耶和華擊殺埃及人的時候，他逾越了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房屋，救了我們國家。於是百姓低頭敬拜，以色列人就去做，他們照耶和華吩咐摩西和亞倫的去做了。嗱，你見到後邊咧就重複神吩咐啦，然後摩西咧就真係按住神講嘅就教佢哋做啦。點樣用牛膝草？牛膝草咧係一啲好平民百姓，即係唔係啲好貴價、好難有嘅嘢嚟嘅。因為你要全個民族都做喎，你點會係嘛？即係揾啲稀有罕有嘅咁就唔得，係啦。同埋都代表咧好平等嘅，人人都做到嘅咁樣啊。咁我甚至同佢講啦，如果你話啲牛羊啲羊啊唔夠多，你可以分享噶嘛。係嘛？你窮我冇羊咁咪分享咯，係嘛？好，咁跟住咧，佢就下邊都講咗啦。佢透過呢啲禮儀啊，無論係無酵節或者咧除酵節或者逾越節，佢就會教導啲小朋友啊，吸引啲小朋友咧，啲細路仔話咁得意嘅係嘛？我哋做咁多呢啲嘢係咩意思啊？然後就藉住呢啲嘅準備咧，就講解呢個神拯救嘅故事，一代傳一代，佢哋都係咁做嘅。佢哋到時至今日咧，都有呢啲嘅手冊嘅每年有咩食譜啊，你上網都揾到嘅今年逾越節可以點做啊？講個咩故事啊？都有教嘅咁講緊都幾千年啦，佢哋都係咁做係嘛？好咁今日就即係停喺度啦聽日咧就聽29節，就真係嗰晚神嘅使者出現，要去執行任務嘅時候，就聽日先至聽啦，好嘛？拜拜。